咱即摆的生活，甲遮鱼嘛差不多啊，收嘛收袂出去。是的，真个吼，这区角头的老大啦。我会惊伊，恁若唔惊伊，这届我较是哪做，我绝对等伊找恁的。明凤最近怪怪，我感觉伊为着钱串通小三，搞到恁害死。你甲比林大的，若是安尼，我知影林航藏你的代志。我叫我出去的时阵，敢有人入我办公室？张力的代志哦，领头拢在调查，你家己啊靠杂。所以你知影伊即马伫倒？敢讲话咧？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第2台孔雀鱼。